巴巴巴，巴拉巴巴巴巴巴，巴拉巴巴巴巴巴，大家晚安。巴拉巴巴巴巴巴，巴拉巴巴巴巴巴。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巴拉巴，大家，大家食饱未？今仔日做欢喜吼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做伙耍手机啊，吼，嘛爱读迄个大家投稿的名仔堂。毋过我想讲吼，一开始可能人还袂坐够啦，吼，就想讲，先来偷偷算一下，等下迄个，过5分钟，咱就开始来读大家投稿的名仔堂啊。好，今仔日准备的头一个，大家敢有看到我的海信？我想讲，大家已经开始家己咧开讲的款吼，应该是有开始啊吼。好，头一个即个 game 哦。或者 bacon 我毋知影大家敢有食过 bacon？bacon 就是一种做好食的，迄叫做啥？薰肉对，叫做薰肉嘛。好即个 game 要安怎算咧？恁看恁就知真简单。多谢 Ruby， 我嘛足介意今仔日的背景，有天星的款吼。好。即个游戏就是安尼，你爱煎即个迄个薰肉你爱甲放到迄个正确的所在就亲像安尼。迄个有一个做好笑的声，有即个做啥？声乐声乐的声作妖吼，就心看这就作妖。你即摆伫倒位？你讲啥？阿咪恁家己处理我来无音乐。这上讨厌的就是会有即个广告。毋过无要紧，咱制作这个 game 的人嘛是爱趁钱嘛，嘛是爱互伊有饭通好食对无？所以就先忍耐一下。好来好，安尼会使，飞机，飞机阿曼，飞机阿曼，好，刷来这是啥？哪有人甲薰肉放伫即个？这敢是酒？哪有人甲薰肉放伫饮料内底？乌西安安。就够差，现在要甲薰肉放伫美国顶悬，这我真是无了解啊。这个 game 哪像愈来愈奇怪啊！游戏暗暗，暗暗，你有看过？阿酸暗暗，哈？这是咧安怎？一届过哪有可能？哪会安尼就过啊？我嘛无了解呢。好，刷来，这啥 ？Put bacon on inspirational quotes. Believe in yourself. OK. 好，再来一摆哦。一定会成功。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功啊！成功啊！成功啊 ！OK，Americans love bacon， 应该是毋拿 American 啊，我嘛足介意 bacon。这边安怎？你的名要安怎念？灰的度，我真正无确定。你爱甲我教一下好无？还是甲我讲你有啥物
其他的名哦，安尼我才知影，我才知影要安怎甲你叫。夏夜安安，夏夜安安。刷来爱放伫即个钱马铃薯顶悬。嘿，嘿，即个形体有较困难淡薄啊，成功啊！毋知影后一项是啥物哦。莫安尼黑白母好吧？咱出头遮济，呵，这应该要算是简单的。red wine, but why? 哦，安尼嘛有准算。OK， 我就是一定爱等入去迄个杯仔内底。OK，but why？ 是安怎要安尼做？这要算是简单的。先安尼就有够啊。好啦，差不多5分钟啊。咱即马会当开始来回应大家投的棉仔糖啊。足感谢大家，足感谢大家投棉仔糖来甲冠生开讲吼。咱即马就来一条一条，来看卖大家拢写啥物吼。好，头一个想要听冠生分享学英文甲台文的过程。这个问题是真趣味。冠生学英语的过程，好，咱先讲英语好啊。关系这个英语甲英文，一开始是冠生伫学校有教一寡，就是上基本的，就是字母遐个上基础的部分。毋过我感觉上主要是我家己有兴趣啦。我迄阵做学生仔的时阵，就暗时拢无困啦，拢咧读册。一开始是读无啥有啦，毋过就是若查字典，若看，就尾就愈读就愈紧安尼，对，英文是安尼啦。你若是讲英语吼，就是听力的部分吼，就是一开始是，我主要是听迄个垃圾哦，就是听放送，有一寡欧美的节目，也是欧美的歌。就是听遐个节目连起来的。恁即马佫较方便啊，就是即马也有迄个 YouTube， 也有迄个 Netflix 通好看吼。我是建议大家若是，我毋知影你问我即个问题是单纯好闲，还是你是想要学英语，还是学台文才问的？毋过我是建议讲，你若是想要学英语，应该是讲。你若是想要学一个语言啊，我是建议你会当去看 YouTube 也好 ，Netflix 也好，就是去看迄个莫开迄个字幕，你就单纯用听的，你听久啊，你一定会进步啦。随便一开始可能听无啥有，这个 game 互你想到你食过珍珠番麦汤红豆仔饼，啥物意思？这是一项米还是3项米啊？若准这是一项米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伊到底是啥？伊是一个红豆仔饼的意思。你是讲迄个公仔粿呢？迄种或者啥？嘛有人讲车轮饼嘛，就是迄个公仔粿。内底是包啥物意思？内底是包番麦汤，佮有粉圆哦。这感觉就是入心会食的物件呢。无后摆，无你甲咱讲一下啊！你甲咱讲一下，这伫倒位通好买？咱才叫入心，食互大家看好无？我是毋敢食啦，这听起来都怪怪的。Ruby 和 Ruby 到站啊，Ruby 转去爱写字哦，转去爱写字。Disney Plus，Disney Plus 惯性较无咧看，毋过。对，我知影有信众朋友嘛是有咧看 Disney Plus， 当然嘛是会当学到真济英语啦。对，这3项物安尼揽起来听起来有淡薄仔生喷呢。对，这交互入心，
交互着心去食就好啊。这个我无趣味。好，讲到对咧，英文就安尼啦。好，煞来讲迄个台文吼，天灾批暗安，食饱，冠生今仔日有食暗顿，我食碗粿，天灾批食饱未？你会当讲一个你食啥物，好无？好，若讲台文吼，其实我是做代理人开始才学的啦，因为阮迄阵受的迄个教育，就是我做学生仔的时阵受的教育，根本就无可能互阮知影有台文即项物件吼。毋过自细汉我是，自细汉我是伫厝里就有讲台语啦，所以就是口语还算是 OK，毋过后来我就想着讲，华语我嘛无啥会晓讲嘛，阮迄个年代迄个时代人，全拢是讲台湾话较济啦，因较无咧讲华语啦。我就想讲，台语遮济人讲，哪有可能无字？对无？就去了解啦，才知影讲迄个教会有即个白话字，毋若是教会，嘛有人用汉字咧写台湾话安尼，煞来就家己学咧，就学真紧啦，原底会晓讲，就会感觉讲学起来无遐尔困难，对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对台文嘛是有开一寡时间去学啦，毋知影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吼？若准无，你会当去斗一摆，大家尽量斗啦，对啊 ，KTV 的歌词就真济拢，毋是讲真济啦，迄就是台文啊，毋过只是可能以早的迄个用字较无统一，对无？毋过其实若是伊是照迄个，伊是用台语去思考，去甲写落来，安尼就算是台文无毋对嘛。好，国中生阿曼，国中生食饱未？粉圆 pasta， 卖啦，听起来都够恐怖。2箍，2箍暗暗，多谢你的学乐。我的声，我家己嘛感觉我的声袂歹啊。好啦，嘛是有啊嘛是真感谢你的学乐啦。好，好，安尼应该即条都煞。好，后一条。若做你听无，我嘛无法度。天才批问讲我学白话字的时，有拄着啥物困难？上大的一个困难就是，大家知影冠生有近视对无？冠生有近视，就是迄个叫做啥？迄个白话字内底，白话字内底甲乌，差一个点，差一个足细的点。我有近视，我有时都看无。迄阵我就是拢分袂清楚，这我就感觉足痛苦的。毋过我知影迄个教育部的拼音，伊就是用一个 O 加2个 O，去分别。安尼冠生是较看会清楚啦。毋过因为我头起先学的也是白话字，所以我也是较惯是写白话字啦。对，上大的困难是这。其他的也有迄个变调嘛，是爱小可开一寡时间去惯习一下。以前初见平安，食饱未？暗顿食啥？过来后一条。稍等哦，我甲电脑无解释。好，冠生若摕Gulliver's Travels， 敢有前世关系？以前讲听有嘛看有，毋过袂晓拍字。无要紧啊，因为冠生嘛看有华文所以你着用你惯习的，就是随在你拍啦，无要紧。我嘛看有啊，无要紧啊，毋免伤有压力大家都轻松开讲，好无？好，来即条，敢有前世关系哦？这因为迄个生死簿内底无写啦，所以我家己嘛毋知。会无写应该是因为我的迄个关系无遐悬，
就是迄个我袂当看啦，嘿，我无迄个权力，嘿，因为我敢若是管迄个考试成绩尔吼，所以即阵代志我都无知影，好无？我毋知影，嘿，暗，你来了，你来的时间真拄好，我当咧讲我毋知影的代志，嘿，我毋知影，逐摆拢唱一条，拍字推荐拍台语。PC 我嘛是用语团，虽讲语团爱立字，毋过语团真正有够好用，建议大家会当试看觅。语团哪时会当先试用嘛？会当先免费试用，会当去试看觅啦。Vital Lion 安 Vital Lion 食饱未？好，即个应该是有，等啊，艺团啊，读无好势。好，即条应该嘛是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吼。若准无，我嘛无法度，我就真正毋知影吼。好，过来三视图内底有一个会当转去过去的手链哦。你敢会想要转去以前某一个时间去改变一切咧？改变一切呢？来只古锥，改变一切呢？哦，若讲改变一切是有较，就是我无够遐厉害啦，无法度讲改变一切哦而且吼，就是其实我上届想要改变的代志是，我是无才调改变的哦。是安怎安尼呢？哦，其实是因为我敢若会当转去我过身了后的时间点，对，就是过身以前的时间，我是无法度去的，所以敢有想要转去某一个时间？有敢做会到？做袂到，嘿。毋过其实我即马嘛是定会来去啦，就像迄个像装 Minecraft 的时阵啊，其实我有试做一届吼，就是我有甲时间一直倒转去，恁当然无感觉啦，就是迄两只拢共款是无受教，装已经是装恁看到已经是状况较好的一条时间线呢，我真正我真正有尽力的，尽力啦，我真正想起来都感觉忝啦。好，来看卖迄个国中生，你的成绩，你的国文61，数学还有你的数学，数学、英文、理化，无要紧啦，迄个，恁英文会使问我，英文就是我上有自信的，你会使来问。好，数学国中的数学我嘛会晓啦，所以会使来问。好，天才 P 网络的 lag 问题敢有解决？目前是发现讲，若准两个人同齐开，都会较 lag。我有请迄个妙工，来。就是用叫人来迄个处理一下啦，就是可能即几工就会用甲变做会当同齐开的即个状况啊，对。好，我无想要听无声解说吼，就是你解说互你解说互信众朋友听就好，我就回滴我嘛无重要嘛，对无？我嘛无介重要，我就免听。好啦，毋知影安尼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吼？应该有。好，刷来。冠星敢会当表演即个，叫做要哪读？日记我袂晓读。毋过照你来讲，读人名爱用迄个原底语言读较有礼貌对无？我敢会当表演这会使，是会使啦。毋过若准爱我表演这请立钱好无？伫我的迄个
说明遐哦，说明遐有迄个历届的连结哦，大家当去遐，大家当去遐趁钱吼。你若真有趁钱哦，我就表演这好。后一条，上介意的超额怪兽哦，这应该是咧问游戏王的问题吼。上介意的超额怪兽是倒一只？超额怪兽，上介意吼，对我来讲上介意有两个意思。头一种是论伊迄个外形的迄个设计，吼，过来是论伊摆仔的效果。若准你是问外形的设计，安尼我上介意的是即只，互大家看觅，哇，即只，我上介意即只，伊是船，叫做剑船寿司伊库啦，你看，伊是船。而且伊是寿司做的船哦，伊的迄个调换所在是所在伫对，等下伊是船呢，你应该拢知影惯性做介意船对无？有妖吼，因的所在是即个醋饭，佮有即个叫做伊库拉嘛，这应该叫做伊库拉，就是伊的料啦。大家若是会晓迄个超额调换吼，就是你甲即两只，甲即两只搭做伙，就是甲做寿司共款哦。饭爱放下骹哦，料放顶悬哦，搭做伙，你都会当甲调换出来啊，你都调换出一只剑船寿司，有够高水。伊的效果是啥无重要啦，不一定看起来做好食做高水的嘛，而且伊是船。而且伊你看即个图，伊即个海影画甲有够水呢。你甲斟酌看，看较斟酌咧。伊海影画甲有够水呢，对无？而且看起来佫做好食，对。好啦，另外一种介意就是论伊迄个效果嘛，就是伊摆仔的迄个能力的设计若是论即项，我上介意的是即只。Number 85，Number 85，叫做工商小工的工啊，箱仔的箱啊，工商伊的效果是会当挽一个所在，煞来就会当连豆仔，连豆仔了后咧，会发生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吼，比如讲无4寸半条命。就是甲家己的性命扣一半，也是一寡奇奇怪怪的效果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，连使用的人家己拢毋知哦，这有够趣味的，我上介意即种物件。我的红枪米龙咧，我上介意的是乌枪米龙，好无？毋过，嘛是有红枪米龙啦，对，对。就是枪米龙是一个系列，毋但是有乌枪米，嘛有白枪米，嘛有蓝枪米，嘛有红枪米，拢无超额怪兽，对。所以因为即个信众朋友问的是超额怪兽吼，所以乌枪米龙无伫即个范围内底，无一定是伊啊，真免怀疑。好，刷来后一题。你敢知影？我看过上水的 view 是啥？是 I love you。呵，敢有绿枪味无？天才屁讲我讲话有台南腔，对，因为我原底是台南人，原底是台南人，所以应该是。就是伫厝里学到的啦，伫厝里就讲台南腔安尼。好，搁读一摆吼。你敢知影？我看过上水的 view 是啥？是 I love you。好，你敢知影？我闻过上水的花
毋是上水的花。你敢知影？我闻过上芳的花是啥物花？是20块的乌糖粉圆冰豆花。哦，听起来都有够芳对无？我闻过上芳的花是乌糖粉圆冰豆花。以前有20块的，即马拢起价啊，无啊。好，对。多谢你的 love， 好无？多谢你的 love， 互你一个 wink， 好，有欢喜吼。再来，哈？对你来讲上重要的是啥？毋知？石头？恁豆豆玩家吼，我无要参与哦。今仔日我是要甲信众朋友开讲呢，恁两个莫阁乱哦，恁昨日Minecraft已经好啊，刷带，这上尾一题安尼，即句等名堂敢要会付？会使啦，你会使等，你等我就读好无？会使，好。水虻听起来真变态，毋是安尼讲，水虻听起来足像变态，要毋过冠生的腿真正足好看。其实我感觉你会当较有自信啊，就是你会当甲迄个足像单调，就真正是变态。无啦，讲你是变态嘛，毋是咧甲你骂啦。冠生嘛真变态啊，武生嘛真变态啊，对无？冠生当然是真变态，无哪会穿甲安尼对无？穿甲那变形共款嘛。好啦，多谢你的娱乐啦。我嘛感觉我的腿足好看，毋则会穿短裤对无？两双，毋是两双，一双。一双腿互恁看现现安尼。毋过即马咧寒啦，就是爱水毋惊流鼻水啊。我会忍耐，互恁看我的腿。听起来就真变态，我家己佫毋敢讲啊。好啦，迄个听讲有人想要等棉仔糖对无？恁先等。甲恁等的时阵，哎哟，即马是咧练习变调呢。恁先等，甲恁等的时阵，我先来耍一个手机啊。对，我头拄仔无讲着吼，律师嘛真变态啦。我较毋敢讲，等下互伊扒，我就即马敢毋通看腿？你看我头拄仔就讲律师嘛是真变态。你看伊即马是啥物意思？你是袂晓看家己的哦？无你去看武生的嘛会使啊。但是信众朋友真正要问，请恁家己问。好啦，来耍手机啊啦。头拄仔有耍即个 bacon 嘛。毋过今仔日有准备真济，我感觉拢真趣味的 game。无咱来后一个，稍等哦。好，淡薄仔差呢。即个游戏的名是伊即个游戏的声足大声，无我甲我的迄个音乐先禁掉好啊。好，即个是咧耍啥咧？就是即个卡送，伊想要安怎？想要敲卵做料理，互伊后生食，互伊后生食。咱是迄粒卵，咱是迄粒卵。咱爱抵抗伊的迄个就是安尼对，就是安尼这啥物声？有够恐怖生气啊！有够大声，有够恐怖这是救命！是啊，来看咱
即摆变做啥物料理啊？鱿鱼嘛有算过啊，今日我头一摆算呢。啊，那个有广告有够烦的。好，这无法度迄个呢，无法度跳过。好，咱来开讲。即个游戏足变态。敢有？我感觉无啦。伊就是一粒足想要活落去的卵尔，伊哪有变态，对无？这广告有够久诶。好，会使来继续后一回。我是试着迄个我试着看广告啦。哎哟，我的名仔糖安怎？多谢。稍等，我甲迄个名仔糖定起来。大家即摆会使随等，会使随等。好，咱继续。看无日语，李斯大道毋是，态度路毋是，好，安尼就是这。救命！有够疼！活倒来啊！刷来要安怎？救命！做一粒卵嘛无简单呢。救命哦！伊搁要烧起啊！明伟阿曼破去啊！好，我变做即个温泉卵赞。过来，搁算一道。好，知影。哪会生做遮古锥啊？伊哪会即个面？明伟会食饱袂？大家暗顿敢有食卵啊？若是暗顿有食卵，会使想看觅，迄粒卵敢有遮尔破去？无要看广告。好，这啥物？有电卵是啥物？毋知，毋过看起来足好食。我嘛介意食温泉卵，我嘛介意食迄个我毋是无啦，我袂变做温泉卵啦。过来啊！大家的卵拢无共呢。大家的卵拢无共呢，真厉害呢！哎哟，我感觉我有进步啊！迄个卵壳较无破去啊，对无？那是青色的火破去！疼！水煮卵了解。暗顿食卤味，食卤味，毋是 Ruby 吼。暗顿食卤味，冠心嘛爱食卤菜。我上介意食迄个卤卵佫是卵沙卵啦，沙卵毋过头拄伊迄个相片内底的沙卵看起来，就是卵仁是无完全熟呢，看起来足好食的迄种。倒位变出迄个俗胖的？过来一摆，看一摆会当冻偌久？感觉有豆豆进步啊！好，来试看觅。即摆佫较古锥呢？即摆卵仁佫较古锥啊！陆心，你是啥物意思？你哪会安尼甲信众朋友讲话？你家己先上车好无？破去啊！啥物是麻药？
麻药长心蛋，敢是安尼读？迄是啥？现在有麻药？嘿，眼睛圈，敢是安尼读？你会使甲我教一个你的名安怎读？暗安。咱即马咧算迄个奇奇怪怪的游戏。好，如心莫吵。好，过来一摆。即种游戏真正是会互人一直算落去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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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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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啊！有进步，对无？有挡较久啊！这是啥？这是啥物状况啊？哇！打啥呢？莫叫！破去啊！嘿嘿，大贺啊！大迄个哈？你去 Twitter 遐搭迄个你的相片啊！我即摆才看有，歹势，头拄仔迄个熊看无。呵，我较晚迄个节目放送了我才来去看。我熊发现我的迄个笔，我的笔会透过即个坑呢，安尼我家己刷甲顶悬。即摆我的笔就正常啊。线顶木鱼是啥？我毋知影迄是啥。毋过无你互我迄个伊的英语名好啊，因为我即支手机是用英语的，所以我咧敲找的时阵，常拢爱用英语才找会有。好，我来看觅敢有人等迄个名堂来好啊。线顶木鱼 rap， 你是叫我爱现场写 rap 的意思呢？这对我来讲有小可困难呢。好，有新的名堂啊！咱来看名堂哦。伊哪会走去？安尼正常。陆心是冠星是全世界上古水的查某囡仔。冠星是全世界上古水的查某囡仔，无毋对。我毋是单陆心哦。好，了解，你毋是单陆心。好，后一条。冠星敢有咧看别个 VTuber， 上爱看倒一台？原底想要讲我上喜欢的 VTuber 就是我家己毋过你讲别个你若讲别个，我就无法度讲我家己。别个 VTuber 我有看迄个，我有看单陆心，嘛有看五星妖妹啦，毋过我有看五星的影片啦，五星的直播妖妹直播。其实嘛是有看啦，因为我迄个未来我有去过啦，毋过即摆到底是即摆25号，安尼恁应该还袂看着。非得就是有咧看别个 VTuber，上接看的就是我家己陆心五星，对。若是有其他，就是你要问我较介意的其他 VTuber 我毋知影这敢爱私底下才会当讲呢。毋过有咧看。有一个足够无我莫讲甲，我莫直接讲是啥，应该都无问题。我有咧看迄个会晓 rap 的 VTuber 啦，台湾的嘛有，迄
迄个国外海外嘛有，嘿，的真厉害。我心目中嘿有2个人选安尼，嘿啊，我会看因的迄个节目啦，嘿，啊，搁有啥？论真讲嘛是足济，嘿，啊，毋过嘿有机会，咱才豆豆讲好啊，因为我毋知影直接讲，敢会互庙讲骂。好，明伟讲想要看冠星。Lolita， 有机会一定会当互恁看，啊，毋过爱先有机会。即马最近较散啦，即阵仔较散，所以就是无钱通好买新衫吼。啊，毋过若是有信众朋友想要用话吼，互我穿，我是真欢迎哦。对，好，即马应该是无其他的迄个，无其他的。名堂，吼，安尼咱就来看觅，佫有啥物游戏通好算好啊？嘿，我佫有准备，即个，即个嘛是我看迄个庙里的信众朋友咧算的。你听着啊？你会使话，我真欢迎。好。这是一个动物园的游戏，咱会使来去掠动物，咱来看觅啊。哦，因嘛有 Discord 呢，啊，毋过即马先买。好，咱来去掠动物。Lolita 迄个原底迄本册我敢捌读过。有啊，毋过我即马常上久无看啊，最近拢咧看迄个 Gulliver's Travels， 对，我应该爱找时间去读一摆呢，好，安尼我才找机会来读，咱即马就是坐即个风船来去掠动物。毋知影有啥物动物哦，无咱直接算看觅就知。这是敢是兔啊？安尼我就有一只兔啊。好，刷来阁有即个绿心，无啦，无礼貌，紧甲滴回是咧。毋是绿心哦，是滴，滴是咧。五星嘛想要穿哦，会使啊，会使。安尼你嘛要做我的 Lolita 好朋友？即马阁有羊啊！这就是一个会使掠动物的游戏啊！我无换迄个牌，无换迄个，无换迄个字卡啦。这叫做 Disco Zoo，Disco Zoo 吼 ，Disco Zoo。想做做 Disco Zoo， 因为即个游戏算到较尾的时阵，就是会当互遮个动物来跳舞、跳 disco， 其实是咧甲因虐待啦。好，你去拼粪扫，再会免转来，紧上车。天才片嘛，想要看我穿查某衫，迄个。伫我的迄个，我有迄个 tag 啊，迄个冠星 art， 伫迄个冠星 art 的 tag 内底，真正 Ruby 有画一张 ，Ruby 有画一张足水的，我穿迄个麦道的衫的，对，会使去看。我感觉伊画了做好，甲我画到有够古锥，请大家等下紧去看好无？明伟讲了对吼，就是女装敢若有零摆甲无限摆，无毋对，大家当去试看觅。穿裙足凉的呢，我真介意穿裙。好啦，互大家小可知影，就是即个掠动物的游戏，搁掠一个。即种游戏就是你论真讲是足无采时间，毋过就是会互你
要安怎讲，放松啦，互你放互轻松的即种效果吼，对无？即摆会使开迄个 disco party 啊，来看觅哦，我即摆的动物园，我即摆有羊，对啊，真正足凉的啊，就是我感觉热天的时阵穿裙足舒适的呢。你紧去穿看觅，你毋就知啊？就是逐种动物会有因迄个大诶所在啦。新小未来敢有参别盒飞翔有合作联动诶机会？有啊，迄个拜五诶时阵，律心就会甲迄个迄只或者雷拉迄只恶魔，因会联动，会有迄个会有迄个台日语言大混战，会使去看啊，这就是联动嘛，对无？对，因为冠星嘛足介意交朋友啦，所以若是有机会，对啦。其实群毋若是女装啦，迄个 Scarlet 嘛有，其实嘛毋是干那 Scarlet 啊，就是大家毋是大家，就是逐种民族伫真久以前，嘛毋是讲真久以前，或者就是群原底都毋是干那查某人会使穿的啦，对。所以你讲了嘛对，游戏讲了嘛对。其实我感觉，对我来讲，一个较理想的社会，应该是迄个清查其实毋免分查甫也是查某的啊，或者衫就是衫，裤就是裤，裙就是裙，啊，逐个人家己介意穿啥，就穿你介意的就好啊嘛，对无？其实嘛无要紧嘛。这是我感觉较理想的社会。我想看觅哦，敢还有迄个，敢还有人等名堂？有呢，足济呢，有够济。好啊，来看。可以当甲大家开讲啊。好，冠星爱啉啥物饮料？冠星爱啉迄个手切茶。手切茶就是要安怎讲？就是茶嘛，迄个茶就是会甲切的，就是像切仔面安尼，像切仔面共款，切的，变做手切茶安尼。比如讲，定看到有迄个粉圆牛奶茶，粉圆牛奶茶，冠星足介意啉粉圆牛奶茶，而且爱啉就爱啉全糖的。你若毋啉，你若无要啉全糖的，你是安怎要啉手切茶对无？你就啉白茶就好啊，你就啉烧滚水就好啊，对无？所以咧，全糖才好啉，全糖才好啉。第4条变第8条，手切茶，手切茶对。毋若是粉圆牛奶茶啦，迄个我嘛足介意，伤济啊。或者全糖的拢好啉吗？绿茶全糖嘛好啉吗？红茶全糖嘛好啉吗？或者迄个汽水我较无定咧啉啦。我主要就是啉手切茶较济，主要爱是茶。水果茶也是透牛奶的茶，我拢真介意。对，好，对，好，过来。台湾哪像较无咧讲水网的款，毋知你是伫倒位学的？这我嘛毋知呢，就是我自细汉的时阵，就是爸爸拢安尼甲我讲，对，所以我嘛毋知影是为倒位来的，毋过就是厝内甲我教啥，我就讲啥，我就是完全靠即个语感啦。所以对，我即摆嘛无法度去问啊，所以我嘛毋知。第8条变第4条，手切茶。对啦，原底是第8条啦，对，
拍字的时阵有拍第8条，啊毋过即摆家己袂记一啦，对对对。bell 这边哪读？people 敢是安尼读？people 暗暗，应该是初见吼。people 初见暗暗，若阵我读毋对，你才甲我讲，好，来后一条，我哪会无音乐？好，即马有啊，袂记你放音乐。好，刷来。我上届希望家己出啥物款的周边，头一项毋是讲头一项，就是上届想要有诶是碗粿啦，啊毋过庙公讲袂使，庙公讲周边无咧做碗粿，所以无法度。吼，啊毋过若准是迄个，有迄个表单嘛？毋知影大家敢有写？迄个表单内底，我上希望会当有诶是迄个，叫做啥？叫做杯仔店，就是杯仔迄个橱啊，就是会当互你诶迄个桌仔卖淡高高诶迄种。因为我做爱啉手冲茶嘛，迄对我来讲做实用诶啊。我都想要做迄，啊毋过其实主要是服务信众朋友啦。所以我诶意见就是，罔参考就好吼。上重要嘛是恁较介意啥物物件，好无？过来，介意啥物款诶查甫囡仔？介意啥物款诶查甫囡仔？当然是像我即款，缘投阁飘撇，讲话声阁好听，阁才情，会晓写歌，会晓读册，会晓耍游戏的即种啊，对无？啊毋过，就是我熟悉的查某囡仔内底，无像我即种的啦，所以，对，所以目前是无介意的查某囡仔啦。介意的查某囡仔，认真讲嘛无，对。即摆我犹原上介意的，应该是我家己。好，有生你阁想一个，你阁想一个，哈？这歹势吼，大家就是阮即2位同事吼，因拢较奇怪吼，请大家，请大家都忍耐吼，对。冠星敢会晓现场表演四句联啊？这无你莫黑白讲有生啥物肉体关系？现场表演四句联哦，是会当试看诶。无你互我一个主题好无？你互我一个主题啊，我才来想。无我都会毋知影要讲啥。好，毋知影佫有啥物物仔糖？佫来看觅。毋过今仔日时间嘛是过了真紧呢。我看觅佫有啥物游戏通好耍吼。无咱毋知影大家看倒一项感觉较有趣味吼。我家己是感觉，卡能有时啊，要安怎讲？卡能伤困难吗？哈，讲昨咧找有声的过程。好，我想一个。有声四句联通常是几个字啊？7字、8字、7字应该会使。有声有声雄雄走入来，冠声有声雄雄走入来，伫咧无灵感。有声雄雄走入来，戆戆伫遐咧等待。冠声我想看觅哦。有声雄雄走入来，戆戆伫遐咧等待。
冠星笑伊戆大呆，家己煞嘛走毋知路，加一字呢？有心雄雄走入来，戆戆伫遐咧等待，冠星驶船去甲载，煞连船都袂晓坐，安尼无斗久呢？该搁来一摆，嘿，搁试一摆，这有好耍。啊，冠星实在无意啊，即句水呢？好，搁来一摆，有心雄雄走入来，冠星对伊无意爱。赞！安尼有啊，有心雄雄走入来，冠星对伊无意爱。游园驶船去甲载，有星煞，有星，可惜有星袂晓驶。安尼有四句连啊！多谢大家。好，咱来回答迄个游戏头拄仔的问题。英语甲台语之外，英语甲台语以外，冠星阁想要学啥物语言？我想一个哦。卢心敢袂伤巧，你会当加巧一寡。你 good 啦，你 very good。英语甲台语以外，我感觉因为有心川嘛，苗栗其实也有心川，所以毋过伊嘛拢讲台湾话呢，所以日语用袂袂用着对。哈，棉仔糖的问题哪像冻点，啥物意思？等袂入去的意思啊，还是？我看卖哦。有够歹，即个绿色的有够歹，无啊，无新的棉仔糖啊。画面要是，对，因为头拄仔迄个游戏毋是等棉仔糖啦，伊是直接伫迄个开讲室问的，对。马铃薯安，阮即摆咧开讲，我一直拢咧开讲，已经开讲1点钟啊。毋过上重要是迄个马铃薯食饱未？马铃薯食饱未？敢有食马铃薯？敢有食卵？现怎讲着卵咧？搁来算一摆迄个头拄仔迄个卡卵的 game 好啊。好，来卡卵，搁卡一摆好啊。虽然我是感觉卡卵了伤过困难啊，毋过无要紧。变做这呢？变做即个 omelette， 应该是 omelette 哦，就是迄个两包饭啊，这就心上爱食的。毋过甲伊感情无好，你 retry 好，搁挑战一摆。即只是新的呢。你敢是咧问我？你问我五星上爱耍啥物电动？你爱问五星哦。来，五星请回答。嘛想要问冠星哦。我其实我要安怎讲？我惊头甲大家讲好啊，就是冠星足惊唱声，所以所以就是冠星较袂算迄个爱举枪的 game 对。因为冠星较介意豆豆仔思考，所以冠星会算，就是牌仔算啦，就是又够差的，迄是安怎？就是游戏王也好啊，还是对，FPS 我较无法度 ，First Player Shooting，因为我以早就是捌体会过 First Player Shot， 所以我较无法度，我会惊啦，恐怖的 game， 会使啊！我著甲我的房间迄个电火全拢开甲足光，我著较袂惊而且你著爱配迄个足好笑的背景音乐，都袂惊。
改卖我有介意，改卖游戏我有介意，就迄种密室逃脱的，迄种我有介意。搁有迄个，毋知影恁敢知影一个日本的，算是改卖，嘛算是，就是推理的游戏。安尼我想着毋哪一个，有迄个叫做啥？弹丸论破，敢是安尼读？就是迄个游戏我足介意，因为内底迄个内底角色的穿插嘛是有够水，就是因拢是高中生，甲我共款，因拢是足厉害的高中生。因的迄个穿插会根据因的迄个才能，会有无共款的穿插的设计。好，拍啥物牌？的游戏王我会耍嘛，搁有迄个日本麻将、台湾麻将，麻将嘛有咧耍，搁有迄个Magic the Gathering 啊，就是迄个魔法牌，魔法牌我嘛有咧耍。恐怖的 role play game，小可会耍，毋过若想较无定咧耍呢，毋过我是就是若想敢若有迄个 first player shooting， 我较无法度，我逐摆拢耍甲变做迄个 first player shot， 因为入去迄个听着枪声，我就惊甲要死，我就完全袂振袂动，袂振袂动，就无咧耍，就变做是互人敢若互人刣安尼啦。四色牌，足久无耍啊呢。我顶一摆耍迄个四色牌是伫迄个聊天顶的迄个游戏内底耍的，对。有机会会使来迄个，有机会会使来迄个，咱三个代理人，也是看要甲观众做伙啊，甲信众朋友做伙来算啥物第一届乐天宫四色牌比赛安尼，嘛袂歹。游戏嘛知影迄个弹丸论破，毋过迄个游戏安怎讲，剧情足济。所以，若准要开海神，爱算足久。而且因迄个出到迄个第三代了后，迄个剧本家应该是剧本家，敢是剧本家，也是制作人，反正就是因都算是改线嘛，就应该是袂有迄个第四集吧。我有淡薄仔伤心。好，今仔日时间嘛差不多啊。我知影有人应该爱休困啊。应该嘛有人爱去读册啊，应该嘛有人应该是爱去读册啊，对无？好，过来，毋知影冠星敢有咧算叫做三国杀？以前有试过，就是各种的桌游，拢捌算过，所以有啦。毋过迄个三国杀，伊一开始是参考另外一个，美国还是英国？应该是美国。我无确定。伊一开始是参考一个欧美的桌游，叫做 Bang。原底是迄个空牛的咧提枪相拍的一个主题啦。一开始毋是三国。毋过落尾迄个三国杀的迄个。因的设计嘛是甲 Bang 足无共，所以 Bang 甲三国杀拢捌算过，对。即摆有足侪囡仔拢会算，嘛毋是即摆，反正就是前几冬，应该是前几冬，足侪学生仔拢会算迄个三国杀，所以就是有甲因算过啦，对。好，游戏讲有一个台湾的推理游戏会当伫 LINE 顶悬耍，叫做灵魂判官。这我毋知影呢，这毋捌听过。等下我来看觅。对，足久无算迄个推理的。你要甲我行棋哦？你要行啥物棋？有迄个西洋棋，也是足侪棋拢会当。好啊，有机会咱才约。毋过歹势就是惯性的迄个代理人的工课，真正有较重。毋过即阵代志我会先记伫我的心肝内吼，就是有机会当约。我阁无迄个音乐，赶紧来放。
有心讲想要耍 Cyberpunk 的倒仔耍，好啊，后摆看敢有机会啊。啊，好，今仔日足欢喜吼，收到足侪物仔糖，对。我一直足期待大家问我问题吼，今仔日算是回答了真够开，真欢喜。好，安尼咱今仔日的短短的海信差不多就到遮。飞行记哦，毋过飞行记，对，即摆较罕得看到有人耍呢。好啦，无有机会，有机会当耍一下。好啦，今仔日要放大家转去啊，放大家转去啊。哦，感觉天才批嘛是算足侪游戏。啥物我短短，你遮短短，你规家伙仔拢短短。我是讲海信短短好无？你若讲我群穿短短，我嘛会当接受。我裤短短，对啦，我裤短短啦。我裤短短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大家再会啊！要去食饭诶，去食饭。毋过大家拢有食暗顿啊。好好好。大家再会。明仔载是啥？想袂起来。我偷看一个，我有写起来。啊，明仔载是律心的，明仔载是律心的迄个心情批烫，心情批烫的歌会。明仔载暗时9点爱去听律心唱歌吼。今仔日海信就真正到遮哦。冠心今仔日爱加班啦。等下搁有迄个一寡明仔载搁有足侪学校的考试，我还袂准备。对，明仔载律心嘛是伫 YouTube 哦。明仔载律心的心情歌会是伫 YouTube，大家嘛会使去投律心的物仔糖。好，今仔日足感谢大家来陪冠心开讲吼。安尼就甲大家讲再会啊哦。大家要好好休困，最近天气有较寒，爱穿好些，毋通像冠心吼，就是昨暗拢无咧困，身体爱顾啦，身体爱顾。好，安尼大家明仔载伫律心的歌会哦，咱再相见啊！哎哟 ，Ruby 明仔载爱转去上班哦，上班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好，安尼还是要结束啊，大家再会。